时呢，就是在一些在医院跟福报能有就是做天人以及上三道的众生，那么也是会得到就是短暂性的一些轻松感短暂性的一些快乐那么有时候呢，就是以业力的因果，那也是在堕入恶趣、地狱、恶鬼出生，以及不断的在循环在六道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曾经都是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就是遇到了殊胜的佛法，也获得了下满人生，遇到了殊胜的佛法，遇到了殊胜的传承，以及上师，也遇到了这种得到了这种真正的自己可以能够进入佛门，而且真正的可以修持释迦牟尼佛的正规殊胜的这种教法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整个的时间，也可以说人生的一切时间呢，就是在真正的用在修行的上面，再也不浪费任何的一点点的时间，以这样的发愿。那么这些一切的修持跟在精进努力的修持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跟为什么要修持呢？也都是为了一切众生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让他们获得圆满菩提果位的以这样的发心来。今天也是我们要就是在如实的听在大圆满弄见心水，然后前行在普贤上师言教的共同外前行方面的课以这样发心。然后那我们在所讲的法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我们就是在那个当然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讲的法是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方面。普贤上师言教的方面，在每一个科每一个法都是有三种这个善意，前善意、中善意、后善意这三种的过程。那么我们在这个三种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是已经圆满了前善意，现在呢就是总善意的过程。总善意的过程来说的话，也是有在那个书本的序的方面，还有高智仁波切的列传的方面，然后共同外谦信的方面，然后在那个共同外谦信方面来说的话，也是分为下面难得然后下面难得的方面，还有那个闻法的方式，听闻佛法的方式，还有在等期是发心。那么发心的方面来说的话，也是我们有讲到，就是心量广大菩提心之等起方便广大灭主之等起，就是这两者都是发心的方面。然后行为的方面，还有所断止行为，就是我们听课的过程当中有所断止行为的那么就是应取之行为的两种。那么这两种当中来说，所断止行为还有法七之三过然后就是法七之三过，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自己作为一个听法的法七的话，那么这个法七呢，不能有的三种过错然后就是还有六种垢染，然后5种不耻然后呢，因趋之行为当中来说的话，也是依止四相具足六度依止其他威仪然后呢，前面接下来就是有说讲之法，那么就是思维本性暇满。那么现在开始就是讲到的就是那个暇满难得的方面。现在我们也是有在讲暇满难得的方面。暇满难得方面呢，就是在时下那个18种暇满的过程。今天呢，就是讲到好像就是最后就是会圆满，就是全部讲完暇满难得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里面来说的也是思维特法圆满，然后怎么说呢？那个5种自圆满跟5种他圆满，然后思维难得之远，思维数目差别，就这样的就全部的就是18下满都是已经圆满的讲解的部分就圆满。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会直接到那个思维
怎么说呢？那个无常的方面那么今天呢，就我们还是从这个怎么说呢？断缘心八无暇，断缘心八无暇，对不对？从这里开始讲。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在那个18下满的过程的最后的一场课是今天断缘心八无暇入营，尽无善心及下列，不愿轮回无少性，不善恶行心理法，失坏律仪三密耶，断缘心之八无暇。就这些的，我们在平常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些都是自己的内心里面会产生的前面已经是圆满了所有的这些我们18下满所需要的这些那个基本需要的这些条件都圆满了，但是呢，就是还有会产生这些的障碍，所以呢，就这里有就是16种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居士，而且是已经进入了那个修持的法门的一些修持了，已经进入了修持的吧。但是这个那个调一下，这个你拿到那个下面去调到那个25，再降2个就可以。好。就像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的时候，去做需要的部分。前面所讲的这些呢，就比如说我们出生在种地，然后本身是一个人生，获得人生，然后获得人生以后出生在种地，有佛陀出世，佛以说法，自己进入佛门对佛法有信心，然后就这些就是佛法也是有居住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实践当中，我们就是有从实践，从地理位置，从我们所有的众生当中呢，就是在众生的数目跟这个各种方面的比较，很多的比较，那我们就是已经是一个下满人生，这个来说到就整体大致上的一个珍贵的方面，我们既然已经获得了。但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些的这2种来说到，就昨天也讲过，然后今天讲的这些来说到，我们既然有这些，但是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这些的障碍，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注意，要小心的一个部分。违禁束缚，因被今生的财产受用、亲戚子女等紧紧束缚，仅为了这些利益辛勤劳作而散乱度日，无有空闲修法。所以我们既然也听，然后就是在有法也可以修的过程当中，那也是我们就是没有放得下这些时间法的一些琐事。那么当然我们平常都说生活是当然要过，但是对于生活的这种贪爱感，那么执着，对自己的家人也好，财富也好，那么自身也好，等等各种各样的实践的一切，我们从内心里面放不下，而且是过于怎么说呢？执着，那就是过多的执着，就是特别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过多的那种执着感，以这些的贪心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变成，没有办法居住真正的这种18暇满的这个人生。所以虽然我们有18暇满的人生，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些的这个执着的时候呢，就是随时随地都是什么？手机每次都关它。没事啊。
你就现在关好静音就可以了。早就关了。好了，这不讲了啊。好，然后呢，那个，怎么说呢？这种的时候呢，随时随地都是你本身具备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18下面都已经是因一种思念、一种想法、一种起心动念就打断，所以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我们必须得要好好的思维不然的话就随时随地都会产生的人格恶劣。因自相续恶劣，连芝麻须的善良人格也不具有，一切行为无有进步。如往昔的圣者们说，弟子学识真可改，人格下来不可改。这种人虽然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却很难与沾向于正道。无处理心的部分，那么前面的部分呢，讲到的就是人格这个方面是跟我们所有的人就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当然，就是人格不好的，就是人格恶劣者这些来说的话，那当然本身从时间法的角度来说的也是不好。那都是说那什么什么人是一个好人那什么什么人那个就是很不好的一个人，都有这种，就是你无论是有学佛也没有学佛，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你有没有这种时间的文化你有没有时间的财富跟这些都不管。所有的人，主要是一个人的话，就是会说，而且是会想什么什么人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什么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很不好的人。那么在每一个人都当然是想要做好人。那么但是这个做好人是什么样的？不是自己定，就是要他人看。人家都可以就是怎么说呢？认为你是真正的好，而且是很了解的人，都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么这种跟你自己认为是我自己是很好的人，那就不一样的。再不好的人，就跟他聊天，或者是问他一些你是怎么样子的人，谁都不会说我是很不好的人。这个世界上我是最不好的人，谁都不会说的。什么样子的人？那么如果是在我们去在那个监狱里面去问杀人放火的人，你问他说你是什么样子，他也一定会说他自己的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事情方面跟那个优势的方面，甚至他也可能应该会有很多那个不满意这个，因为什么样子的关系，所以我要变成坐牢就什么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就没有用，他只会有这种的想法，所以就并不会想自己就是在哪里不好那种。所以人格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改人格非常的不好改，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改变？但也不是，因为从实践的一个学问来说到，就是人格不好的人再有学问就再不好，他做很多的坏事，而且是很有能力做很多坏事。但是从实践的法跟那个佛法的这两个的比较来说的话，以学习佛法，那么在人格不好的情况下，也是真正的就认真的学习佛法就可以改变。因为佛法呢，就是完完全全照来自己的内心跟自己的相续看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知道，第一个我们学佛的一个人来说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把自己不要怎么说呢不要把他那个移出那个人格不好的人的范围里面，必须得要知道自己也是在人格不好的这个人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就要去改。怎么去改？那么去观察自己的内心，反复的观察自己的行为，好好的去思考今天我去做了什么，昨天我做了什么，跟什么人接触的时候我有没有对不起他，或者我的一切行为当中有没有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想。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为了要活下去，就是很努力的，都是为了自己那当然这个就是
就是本身就是这样。这段时间呢，就是有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呢，很多人都是要为了活着就不敢出门，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政府部门也好，各个就是有关部门也是组织性的，就是不让所有的人出门，然后只待在一个地方，不要有那种社交或者等等的这些接触啊，这些都是什么？为了要活下去。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这次就感到了这些困难的时候，就又心里得到了很大的恐惧的时候，都是说，哎呀，活下去真的是很难啊，都有这样，很多人都这样说，但实际上来说的话，都是一生当中都是为了要活下去，所以很努力的去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但是学佛的人来说的话，就这个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轻松。为什么呢？因为呢，活下去是活下去，是必须得要的，而且正常的生活是要的。但是这个生活是你再执着也是会过得下去，再不执着也是你什么样子的因缘，怎么样子的福报是一样的会下去的。那如果又这样说的话，那就什么都不努力吗？那也不是，努力是当然要的，但是结果也是不一定因为努力跟不努力而产生的。所以这个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学佛人的话，对时间法、对时间生活是要一定的一种怎么说呢？那个平常的看法，不能有太重的怎么说呢？太重的这种执着。有了非常重的执着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修持佛法的机缘，已经会失去我们的珍贵的下面人生。时间怎么样都是会过的。你今天是多大年纪？到了明年的这个时间，就又多了一年，多了1岁，那么这样就是从生下来到现在来说的话，也是1分钟1秒钟都没有停过，没有停下来过，都是往老的方向走，都是往死亡的方向走。那么从今天到死亡之间，也是1分钟1秒钟都不会停下来的，都是会在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就是变化在哪里？就是结果是什么？会老就会死去，这是事实。但是对于时间人的低，没有太大的感受。那相当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人生是不坏、不变、不摧灭的一个，就像所谓的一个句子，就是金刚一样的。完完全全就是在不坏不灭的这样的一种希望而且这个希望呢，变成自己欺骗自己一样的，相当就是变成事实一样的一种做法。所以对人生跟对时间法、对物质、对情人，都是有非常坚定的一种执着，非常怎么说呢？那个尖锐的一个执着，很坚固的一个执着。那么这个坚固的执着呢，就让你失去对这个时间轮回的处理性。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来说到人格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些坚固怎么说呢？那个人格的这个不好的这种狡诈的行为，就像巴珠仁波切所讲的，不炫耀自己的狡诈行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是这个样子，有些人认为自己呢就是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欺骗人家的行为，或者是自己就是在任何时间都是做了一些违反人类的这个规定跟法律，或者是等等这些不好的事情，他觉得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他都一直炫耀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了不起的，就这样。所以就这种呢，就是自己去观察，反复的观察，把这些所有的这个不好的不好的行为，就是必须得要改变。那么上面也是有讲任何一个善知识可以改变弟子的这种学问。本身没有学问的一个弟子，让他好好的学习，他完全听从善知识的情况下学习的话，你可以变成有学问的。但是从人格方面自己不去改的话，善知识
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你的那个人格啊。那如果是你自己好好的去想，好好的思维，用佛法跟用善知识的教育来改变自己的人格的话，你就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学生他自己本身他自己的个性跟他自己的这种人格不想改的情况下，老师怎么教他这个课本里面的内容，他的人格也是不会改变的。一样的道理，他人改变你是最不好改变的，就是什么？就是人格。所以我们修持佛法的时候，就是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反复的思维的，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在这里。从最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我们修持佛法，改变什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什么？改变成不老不死，对吗？那当然不对，这是改变不了的。能够可以改变成自己的内心的这些执着感，内心的这些自我的这种傲慢感，自我的执着，而且是对时间与物质的这些贪心与执着，这些都可以改变的。因为知道这些都是无常。当然对于任何一个人本来没有执着，本来没有贪心，本来没有嗔恨心，本来不愚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是有这些的烦恼。但是这些一切的烦恼呢，我们就是修持佛法的方式来改变，才是我们真正的做到一个修行人该能够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就是做功课、听课，思维都是能可以改变自己的这些执着，去除贪嗔痴，是真正的达到效果。那如果我们修持佛法不改变自己的内心的这些执着跟贪嗔痴那么从内心当中没有去除贪嗔痴的话，那我们的修持的结果何在？我们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结果。那种人有没有？学佛的人当中当然有。原因是什么呢？就下面也是会讲的，但是就修的方式不对起心动念不对。佛法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但是这个教育用来做什么，改变什么，没有在如实的去使用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没有效果以外，有的时候也是会反效果。自本作人着康着